对着咱的赞美敬拜赞美团到底来用咱心内所想的哦，咱来想咱即礼拜中间咱迄个美好的代志咱来学了咱一位主是信实是慈爱是大权能的，是公义的，是对过去、现在甲未来对死过活因主咱就会当甲目睭轻轻咧大家开起来，真心伫主的面前来学了伊来请。上帝，予咱的应允的话请。耶和华，愿你对你的快乐心愿，安尼我要今生学了你的大权能。既若有喘气的，拢叫学了耶和华，恁叫学了耶和华。所以无底用阮罪恶替恁未死的身躯，递到恁顺坦伊的使用，也无底将恁的肉体献互罪恶做不义的器具，是着将本身献互上帝，亲像对死人中来活的，嘛献恁的肉体互上帝做义的器具。咱三甲来感谢俄勒咱的主声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是来创造阮，来引带阮伫阮生命中，主啊，互阮豆豆会当有人来引带，互阮真知影阮一生中间，主啊有一个方向，就是主你要行着阮所行的。主，阮也感谢你，你是教阮伫地的主。主，阮搁较感谢你创造万有，主啊，这个世界中间，主啊，伫端午节，伫五日节这个时，主，阮搁较感受着，主啊，你是永远无改变的主，伫这个节期的中间，主啊，你不管这世代发生什么代志，主啊，你就是照你的应允，主啊，你来赐福满满伫阮中间，主，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你，你保守阮对春夏秋冬，主啊，感谢你，不管是落雨还是出日，主，不管是阮是伫个顺境也是逆境中间，主你拢真做到我伫地的主，阮感谢你应允阮你来认罪，主你要赦免阮的罪，除去阮一切不义。主，阮知伫过去这3天，阮伫休困中间，主啊，你也互阮甲亲人朋友，互阮伫着休困，阮也三甲斗阵。主，阮感谢你，是因为你的疼。互阮会当平安来过日子，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要来
来为着咱即个国家，咱即个国家是福尔摩沙，是一个美丽的宝岛。咱来看上帝对咱的应允，请愿万国快乐，春欢喜的声，因为你要照公道，心满的邦，美丽地州的万国。咱斗阵开声，来为着咱国家城市来守望，来祈祷咱知。特别最近咱咧看《撒母耳下传》，咱咧看到一个扫罗王伊上尾安怎结束伊的生命，对上帝来高立伊做王，到即马大兵来做王。咱看见一个王对一个咱一个人民的重要，所以咱就爱起来，为着咱的即个国家的领袖，就是蔡英文总统即个团队，咱需要来。咱嘛爱来感谢上帝派天军天使，互咱伫即个疫情中间保护咱的性命，互咱无去拄着恶当当的代志。咱就有责任，咱是上帝选民，阿妹吗？互咱有大权能，咱就是来举起咱的手，为着即块土地，为着咱的国家，为着这文武百官。若是这文武百官你无满意，你国该为伊来祈祷。咱举起咱的手。对吧？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阮知即块土地主你来掌管，主啊，即块土地，主啊，真济所在拢破病了，主啊，阮拢互即块土地受苦了，主啊，阮恳求你来赦免，主啊，因为你应允阮，阮若是要来回转阮，主啊，阮来离开阮的歹，主啊，阮愿意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来祈祷来认罪，主啊，你要来怜悯即块土地的人民来得罪你。主啊，阮明白的上帝，为人的心来敬拜。主啊，阮就是安尼，才会得到平安，总是主阮错了。主啊，恳求你来帮助。主啊，你的人民，主啊，你所疼的囝儿，主阮举起阮的手来，为着阮文武百官，为着这人民来祈祷。主啊，恳求你怜悯。主啊，你也互阮真正知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会当互阮人倚靠的。这位上帝是听的上帝，这位上帝是要爱互阮有愿望，人生毋是真短暂的。这位上帝派伊的独生囝耶稣出世伫世间，为着人民，为着伊所听的囝儿，就十字架死搁活，就是要互阮有愿望。主恳求你，互阮举起阮的手。主啊，阮就为着阮所讨厌的文武百官，阮所讨厌的这个体制，阮所看袂起的人来祈祷。主，阮嘛要来认罪，阮是甚物人？阮会当来论断人嘛？主，你互阮一支嘴，他会来学老主，搁来乱话嘛？主，恳求你赦免。互阮就用阮的嘴，就是专心一致，分别做成时间来为着阮的国家，即个土地美丽的宝岛台湾来祈祷。主恳求你继续来带领，互阮伫疫情中间，主第二波的疫情中间，甲阮拢无关系。主啊，因为主你甲阮伫地，主你要成做台湾的主，台湾的愿望。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继续为着真侪人的需要，咱来祈祷。主安尼应允咱请咱来读，请。细囝你是对上帝来，搁已经发言伊，因为念你的较大，念伫世间的，捌你的名的人要活到你，因为耶和华你袂捌去杀找你的人，因为既若求的得着。找会拄着，拍门的甲应开。兄弟姊妹，上帝听你的主关心你一几项，一几项，一几项，一几项。可能咱讲袂出嘴，咱无法度找人来斗相共，因为讲。敢若嘛无效，这个是用主来讲刚好，主听见，主知意，主大权的，伊会当真侪你的帮助。
需要人为你祈祷，请你会当起立。这几项你若有需要，你会当起立。咱的人工，咱的牧者，请百姓的，咱的长老，会为你来祈祷，请你会当勇敢起来。有人来为你祈祷，今日即个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主啊，你是大权能的主。主啊，你真知影你囝儿，主你囝儿即时的情形。主啊，不管是身体、心灵，主啊，也是一切，阮唔知影，阮家己是安怎。特别是主，伫阮伫痛苦中间，伫人际关系中间，伫阮的事业、阮的学业、阮的婚姻、阮的感情，主啊，你知。主恳求你掌管，主恳求你，主啊，照你的心意，主啊，你也予阮知，阮做人的爱做啥物。主，阮除了尽阮人所会当做的，主，阮就将迄袂当做的，阮做袂来的，主，阮交代伫主你的手中。主啊，你就要来成就，主，你就要照着你的时间表，主，你要来一一来成就。主，你知你的囝儿即马心内会讲，我已经求足久啊，主啊，我是要等甲伫当时啊。主啊，你的时间表，你的时机就是对。你爱阮靠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听候主要做神迹奇事的时机。听候时机毋是囥伫遐，主无作为，有主的作为你毋知，总是主已经祝福你。无今仔日咱无法度伫即个所在好好来生活。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时时伸手你的手，你的大能的手无放杀阮，你永远无放弃阮。感谢道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了日姊妹，咱嘛为着今仔的主日来守望来祈祷，来三角来读上帝话，请。着俄勒也去适当的耶和华，将伊所行的保养伫正确事的中间。耶和华，求你阿耳卡听我的祈祷，阿罗听我恳求的声。了日姊妹，咱咧为着咱个人的灵命的更新，嘛为着夏令营筹备即个咱嘛有短宣甲即个协会下晡要开2件事，甲即马拄好咧做即医疗关怀拜六的小会会当来顺利。为着本主日由无说即马就是伫咧6楼，咱有幼稚园要升国小的，国小要升国中，国中要升高中的，高中要升大学，即个升级的礼拜。恳求上帝来带领，特别是青年的牧区，嘛为着咱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今日姊妹，咱请起立，来到上帝面前，为着咱拄则所第一下的来到主大胆来到主的面前来恳求，请咱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这个新日就是主你的日，一礼拜的头一日，主啊，阮就来到你的面前，阮分别做事，主啊，阮单就是要来敬拜阿罗你，主啊，阮知阮就是你的兄弟，主，阮若无来敬拜阿罗你，阮的心就空虚，主啊，阮的心就无法度定着，主，阮感谢你，主啊，伫阮的灵命中间，阮搁较轻佻伫主啊，伫教会中间。各种的事工，特别是青年的事工，主啊，阮要恳求你来兴起这世代的青年。主啊，不管因今仔日的圣旨是对几年甲几年，主啊，你拢要来，互这青年人经验着主你的慈爱，经验食着主你的甜蜜。主啊，恳求你也互伊搁较明白主你的话语，特别伫青年的传道啊牧师，主啊，恳求你来互4千传道带领这青年的时阵，满有主你的恩典。主，阮恳求你保守阮等一个礼拜，真正真侪真侪芳的祭物来献互你。阮要用主你的祈祷文，阮要斗阵安尼来祈祷讲：愿记起你的名，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实行，伊对你亲像记起你。阮的日子在哪里？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犯阮的人。无伫错误的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咱着学了耶和华，咱着咱的上歌来唱欢喜的歌。兄弟姊妹，今时我们邀请你开嘴来用欢喜的心来学了咱的主，将听传出去。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快快乐乐传出去，听着分享，通风气，把机会传出去，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将听传出去。因为接下来我要互恁一个挑战，我要借恁的双手，咱毋通干那唱歌来学罗祖，咱要来跳舞学罗咱的主啊！我知影恁拢客气，恁拢足够跳，只是歹势尔。来，我要来用一寡动作来唱伫这条歌内底。头一个比一个赞互我好无？赞！啊，用另外一支手甲扫扫的。嘿，这是啥物？听的手语哦，吼，爱的手语，听的手语，将听安怎传出去 ？OK， 搁一摆，将听传出去。啊，街头甲乡里有啥物？有厝啊，所以咱要来起厝。街头，OK， 摇的，毋是第一档吼，就是较外团的吼。咱来起厝 ，OK， 搁来咧，将听传出去，无论安怎。透风，后壁的兄弟姊妹看到无？透风，也是安怎？落雨，嘿，落雨拢会使。透风，落雨 ，OK， 那有足困难的，袂啦吼，简单啦。OK， 刷落来咧，听着分享，咱伫头顶比一个听诗，古水无？看你边仔兄弟姊妹敢有古水？袂歹，古水好。听着分享，毋通安怎流毒哦？快乐的手语是伫行前。变嘿，快乐安怎？啊，搁传出去啊，简单啦吼。后一个咧，听着安怎分享，唔通放弃，把机会安怎传出去？安尼有简单无？有哦，恁讲的哦，等下都莫听唔对吼。来，阮对头来唱一下，看恁有冇起来无？将
将听传出去。双手爱比互恁看，我讲袂，等下我要比互恁看，我要唱，恁较唱较大声，敢会使？会使无？好，咱搁来跳一届哦，吼，对头仔来。赞无？再互恁一个掌声嘛，互咱的上帝一个掌声。咱今个请坐，袂歹，至少我知影恁最后跳啊，甲有计搁较济的挑战。啊，伫遮敬拜敢有快乐吗？你有感觉信心甲咱伫底吗？有，真正的吗？有较细声一丝丝啊，袂要紧。若是信心还袂甲你同在，咱继续诗歌，安静咱的心，邀请信心来到咱的教会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来，请做恁平安引带。星星家里就我的心，慢慢来经过你，和他的爱星星家里。
向阮的主，阮感谢你。主你应允稳定甲慈悲，的确要永远对阮。主啊，阮是什么人，竟然得到主你安尼的听甲应允。主，阮嘛要讲，搁一遍主你来讲，要献上阮家己。主，阮一生要来跟对你，因为阮本来是不配的，总是主你看阮做宝贝。伫即世代，伫这世间，真正是苦啊苦苦！伫这世间，就敢若亲像诗人讲，空虚的空虚的空虚。主啊，你知，伫日光下，人生真短暂，一个就过去，总是主。你看阮。做你的宝贝，你的查某囝，你的囝儿，你豆豆引带保守看顾阮。通过过去的疫情，也是通过无景气，也是通过遐失望绝望，通过遐个落骂，通过遐个人看袂起阮，通过遐个阮学当当的关，阮过袂去，总是主。你亲手抱阮，通过这个难关。但伫今仔日的早起是一礼拜的头一日，就是主你所定着的主日，阮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来洁净阮的心，阮单单就是要来敬拜来学罗你。愿一切阮所敬拜的正最芳的祭。献予你来因光主你的名，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来唱两遍，请起立。现在，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学了你的圣尊名，你创造天甲地、日头甲月，甲互阮伫宇宙中会当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的保护，搁一摆洗清阮的罪，洗清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搁一摆心清气、手清气，会当越倒转到天父上帝面前。圣神，阮感谢你，求你监察阮的心思意念，引带阮行伫上帝心意的路，过合主心意的生活。求你引带阮祈祷，互阮的祈祷会当蒙着上帝的心意，互阮所做毋是空空着外。主，阮只是为着青年牧区来祈祷，求主看顾青年牧区每一个小组长、组员，因的心灵勇壮，得到好的牧养甲
固守，求主帮助青年伫学业甲工作的压力下面，有缘有较无的心，会当困读圣经、祈祷来交托，甲主结连，也借着夏令营、培训营甲短宣的服侍，会当来经验主的祝福。主，阮也为着今仔日的夏令营筹备会、生命教育协会的理监事会、医疗关怀，以及学生毕业升级的礼拜，以及拜六的小会，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带带领，也求主安静阮的心，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会当听见你对阮的心意，互阮的敬拜得到你的感纳。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启应，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46篇，是伫以赛亚书45章启应文46篇。创造天的上主安尼讲：你真正是上帝。伊造地，互地有形体。你互地立国。伊造的毋是混沌。是要互人徛你的所在。第啥？伊安尼讲：我是上主，以外无别个。我无伫阮目，还是黑暗中甲恁讲。我无对阿伯的后代讲，你着伫混沌中说话。我上主所讲的是真实。所传的是正确。咱即时请长笛团来献诗，所献的诗是阮要上赞俄罗里。
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5章37节到41节，台语汉语本第153页，白话音第152页。咱做伙来读使徒行传15章37节。巴拿巴爱要带叫做马可的约翰做伙去，毋过保罗想讲无适合，因为马可捌伫澎湃地离开因，无继续甲因做工。因两人已经极力相对，直到着分开。巴拿巴带马可坐船去塞浦路斯，保罗经西拉，信徒将伊交托伫主的恩典，伊就出发。伊行透叙利亚甲基利家，坚固逐教会的信心。以上，即是请老牧师来讲道第6次关键的决议。兄弟姊妹平安。我相信过去3天，咱可能有甲厝的人斗阵来联谊来团圆。当礼拜咱余牧师伊的讲道，有真侪人拢来甲我讲真受着激励。特别当礼拜讲完讲完了后，马上就有人找我来祈祷，因为伊厝的内面的人定定咧讲话中间拢带气彼此拢有无好即个沟通的关系。总是伫即礼拜中间，伊决定要好好甲伊的厝的人这个大家媳妇要好好来沟通，所以就关键对话讲这妈妈这个婆婆妈妈我若得罪你，请你原谅我，我以后会足注意，我家己讲话，我可能定下讲话拢会甲你气场安尼吼。所以咧过即个端午节要搁煮饭要安怎我一定爱来买。这婆婆逐遍拢会买，伊逐遍拢会买啥，你知无？毋知恁爱食无？就是猪舌，迄去卤卤的俩猪舌的台语安怎讲？低脂好食无？爱食人举手看下，我知。我较共款我若去恁兜毋免做人，无一定爱。去买要大和解嘛去买来煮来尔。哇，迄5日节迄天中昼，天气有热。热安尼，伊的地址来甲放咧中一定是即个婆婆大家一定足欢喜。总是伊讲食饭尔看到伊大家的面砰砰砰，敢若日头。什么代志佫是安那？所以伊学习着爱关键对话。食饭食饱了，就甲伊的先生问婆婆讲毋知妈妈你有啥物代志？敢若今仔日心情无够好，咱敢会当相甲来彼此来倒安尼婆婆的手就插。你买地址是啥物意思？你毋是逐遍拢买地址？我买地址是因为我要叫你讲，你即个媳妇喙嘛爱好好讲，叫你去买好食，你买这你是要讲我的喙真歹哦。兄弟姊妹，人甲人中间很难做人的媳妇就真困难做人的爸爸嘛真困难。所以兄弟姊妹，感谢主，互咱搁一遍，咱要来学习。伫关键的对话了后，咱有一寡决定。那伫即个决定中间，咱是关键决议要决裂吗？今仔经文看起来是安尼因冤家真短的经文，确实咱阁看出巴拿巴甲保罗冤家，因为啥冤家？马可一个老炮的来冤家，咱三个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定定嘛会老炮。当阮要担起迄个责任的时阵，当阮的生命中有重要爱决定的时阵，当阮人际关系需要有关键的对话的时阵，主阮毋敢，甚至阮惊，阁引起阁较大的纷争冲突。主，恳求你用今仔日巴拿巴甲保罗因的纷争来学习，互阮阁较明白阮家己，嘛阁较明白主你。安尼，阮通好得到医治恢复，照阿主你所讲的，
教主你所听的话语，阮军队里一心军队里，恳求主你启示来带领，互阮有气力，互阮有勇气。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看到即礼拜真大的新闻，就是张清芳即个真侪人真爱听伊唱的歌。伊的先生是伫个投资界，伫香港大家拢足知影真有名投资大亨宋学仁。因结婚15年中间，真侪的代志总是，特别是对囡仔的教育，即个张清芳感觉真无气力，所以伊看到伊身躯边的人真做基督徒了后，哇！会当互伊的婚姻，互伊身躯边的人婚姻即个家庭伫即教导囡仔上得到足大的气力，所以伊就来甲教会。伫2010年10月时阵，即个孙悦叔叔迄阵还搁伫个，伫伊的祝福下，因正做基督徒。伊的先生张学仁嘛有迄天佫见证讲，我的太太去甲教会了后，真正变无共款，一个人拢变啦。因为张清芳是足爱伫外口走动。但是宋学仁伊是足安静的人，总是张清芳伊为着家庭，伊愿意知影调整优先顺序。总是咱知影足可惜的，伫即礼拜当过去的即礼拜，因宣布22号因宣布结束15年的婚姻。虽然因还阁是基督徒，总是因暂时决意要决裂，决意要分开。原因是啥物？咱敢要记哩？原因就是因有足大的无共款，无法度来斗阵相处。无共款，所以无法度斗阵来相处。请问教人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个人是毋拢无共款。咱要安怎伫无共款中间，迄个冲突的中间，咱无共款一定有无共款意见，一定有冲突。总是伫个冲突中间，咱要安怎来，搁较认办咱家己？咱要爱伫人际中间，咱要爱搁来突破。或者是你讲无无输，我拢一个人尔，真歹势。你一个你嘛会冲突，你甲谁冲突？你甲你家己。人上大的痛苦就是自我矛盾、自我冲突嘛，敢毋是安尼嘛？这个是我感觉我袂使做这个代志，因为我这个人有内面有3个人，我家己。一个就是爸母的，我这个是我袂使食伤济，我爱为着我的健康。这个是我爱认真做工课，这个是我爱困，就是父母的自己。总是我会搁安那，我的软脚搁变成小孩子的自己。哎呀，要紧啦，放假嘛，3天嘛，人生难得这样放轻松嘛。迄个小孩子的自己也会跑出来。当然，中就爱靠安那所谓的成人的家己，负责任的家己来调配。这个爸母爱囥较细，还是爱囥较大的？这囡仔爱较细，还是较大？咱家己嘛会自我的冲突。所以今仔日咱就要来伫主的内面，咱要爱安怎来学习？就是保罗家己嘛捌讲的。伊讲安那立志行善由得了我，行出来安那由不得我。今仔日的经文就是咧讲伊家己。伊安那伫甲伊上好的，咱若想看觅，等下咱来讲。巴拿巴是安那，是一路提拔伊的呢？总是甲今仔日经文因安那冤家决意要决裂。恁这中间的冲突有困境，总是咱看即个图。咱就亲像冲突中间就亲像要咧创啥？拔河就会安那？会拼啥物？拼输赢。兄弟姊妹，拼输赢，敢就有人赢吗？应验无输要讲啦，拼输赢就是拢总输啦，无一个赢。咱今仔看到当礼拜的经文，就是咱看到第一次宣告。旅行伫即个保罗伊甲巴拿马去宣告去外邦的所在宣告，因遐的查甫人是无惊割礼的，割礼就是
伫个出世无几工就爱伫伊个即个男生要把割皮包掉，做一个记号，上帝恩典的记号。甚至因仔佫10条戒，甚至佫较变成300几条，拢爱啦符合。总是即个外邦人咱啊，得着哈，阮着爱诚做犹太人吗？犹太人讲对，啊无恁甲救阮着无关系。总是去传福音的巴拿巴甲保罗讲，毋是啦，哪会使安尼？必定嘛出来讲话对无？当礼拜关键的对话，因拢轮流出来讲话。总是迄阵啊时阵的教会的大哥大姐是啥？雅各。咱看圣经就知影，伊上尾做决定，议决，就敢若咱的小会的议长啊，伊议决安那，毋通为难遐的外邦人啊，总是安那拜托外邦人。恁毋通食啥？迄个拜过的物件，伊记咧毋通惊感染，毋通安那食无放血的，毋通食有血的、有血的、有血，因为遮个拢是安那得罪上帝。拜托你，莫食遮个。所以因做一个即个决定了，哇！因就感觉安那赞哦。即个决定了，咱会当搁去传福音。所以今仔经文就是，因已经有即个决定了，毋是亲像咱即马写 email、寄批公布，大公布，总会大公布，讲咱有即个决定，外邦人咯，毋免搁安那惊角咧，会当即个遵守即3个不要就会使啊。迄阵啊，毋是，迄阵就是爱人爱去讲，所以巴拿巴甲保罗就决定第2遍的即个宣教的旅游，就是要摕着即个关键的即个议决来公布，来甲因讲，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兄弟姊妹，咱看到即个议决，请问，即个议决是徛伫犹太人即边，还是徛伫外邦人即边？咱来看。雅各伊安怎讲？敢若讲啊真好听，毋通为难遐个外邦人啊！外邦人若信主啊，我甲恁拜托3项。若是有犹太人伫恁遮毋通食这啦，毋通毋敢惊感染啊，毋通食迄有血的啦，拜托恁啦，拜托。但伫个犹太人中间毋通食呢。兄弟姊妹，即个议决是啥物？是妥协来。咱若看到后壁保罗去甲哥林多教会的时阵，人问伊讲：若祭拜过的物件，通食毋通食？咱会记哩袂？请问，咱有食猪血无？有啊！请放下来，是安怎咱有当食猪血？因为保罗到哥林多的教会的时阵，伊各做一遍的诠释。伊讲安那，若是上帝创造的，拢通食啦。总是安那，若是有你食了，互人滑倒的，你就安那莫食。若是敢若你一个人，你安那，你通食。就是保罗已经站在上面的立场，外邦人，因为咱后边会看到，外邦人因若是要食肉。真歹势，因的肉拢是拜过的啦，因为因乃先拜过，才有摕去刣，才有摕去菜市啊。所以你若无食这，因阵啊安那，拢食素食就好啊，食菜就好啊。另外，因若是要有工作，通好做工课，因一定爱参加工会，无伊无工课通做，工会。所以因若工会一定爱安那，爱祭拜。你若是要传福音，有即外邦的人，你若毋是徛着因的立场，安尼因拢信耶稣基督了后，皮带拢下起来，拢莫生活。保罗尾啊，会知就是毋是安尼，所以咱就知即个议决，即个关键的耶路撒冷议决是徛伫犹太人的立场。所以兄弟姊妹，虽然即个议决是协调来。所以，如果你若感觉议决是要来分谁输谁赢，安尼一定会带来决裂。你小想看卖啊？伫你的身躯边，最近啊，你有甲人咧开会议决，还是你厝的人，你有决定啥物代志无？你有感觉无？你若是协调来，总是有人会感觉安那，这口气吞不下。咱看到保罗尾啊，传福音，
一路上拢有人追杀他，对无？咱就知即个疑关啊呐，带来真侪人的不满，就是要甲保罗啊呐，要甲掠到底。兄弟姐妹，咱若是做关键的对话了后，即个决定决议，咱若是意在讲，吼，我就是要赢，爱听我的，真歹势就拢输啊啦，迄就是决裂。所以当咱若咧冲突中间，就是代表我的心，甲你的心有无共款。咱若来看，啥物叫做冲突？冲突就是两个人互相中间利益上会出现无共款的利益冲突，也是讲有无共款的即个意见。冲突搁较来讲就是讲，即个定义我是上介意，嘛是我帮咱协谈的人，因伫冲突中间，尤其是婚姻协谈内面，即个第一个即个定义帮助真侪人，感谢主。就是当咱发现彼此无共款，查某甲查某本来就是无共款啊，要安怎会当相甲斗阵？就是咱伫咧冲突中间，咱会当看见讲，甚至其中有一个人的行为的想法，妨害着另外一个人的需求。如果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妨碍到另外一方他的需要的话，那么他一定起来跟人抗争，安尼即个冲突一定会发生。所以，当咱若有冲突的时阵，对家来开始解决。安怎来解决？听见对方甲我有啥物无共款的需求。安怎讲呢？兄弟姊妹，我毋知你有即个亲子之间的即个冲突嘛？就是也是甲你的翁婿，也是甲你的先生中间有冲突无？你甲想一下。咱若是想讲囡仔今仔日摕礼物来互你，你会安那？当有一个哇，摕安尼即个包鱼转来安尼，伊家己吼定定咧钱用无够，搁摕包鱼转来讲，妈妈，我这包鱼的肉粽吼摕转来，你会安那？会甲伊学落袂？你会安那？会足欢喜的讲，哦，你遮乖啊，你安尼遮听话，人举手摕包鱼肉粽转来，伊家己定定咧刷卡，月光族，会甲伊鼓励举手，拢无人哦。会甲伊讲无彩钱啊，开这钱也无路用的，有人无？有哦，请放下。兄弟姊妹，即个囡仔摕包鱼的肉粽转来，伊的心是要爱你看到肉粽，还是要爱你看到伊对你的疼？答一个，疼啦！兄弟姊妹，伊摕肉粽包鱼的肉粽，你听了讲，无你发票互我摕来退好啊，换现金转来。兄弟姊妹，你搁较安那感觉讲这样不对，你嘛爱安那甲收起来，因为安那，你若甲伊嫌，你也讲无彩钱啊，你就是安尼啦。每遍拢月光族，你钱拢开无够，你叫我安尼要哪即个肉粽哪食会过的？我落去加掉的啦。兄弟姊妹，冲突就是安尼，因为伊要爱看你的是心，总是安那，你用代志还是看会到的，你来回面，兄弟姊妹，这就是冲突。咱无共款，咱看重的无共的时阵，牧师来邀请咱，爱看重关系，毋是看重事工。咱的即个昨晚伫拜六，即个礼拜中的青年就讲，我讲你有冤家无？有哦，夏令营还袂开始，就冤家并落去啊！我讲恭喜啊！就是逐个无共啊，共也使咯，共就无意思啊，就是因为逐个拢无共就爱啊啦，才会当同共吼。咱看着，咱要请来看，逐个彼此伫冲突，巴拿巴甲保罗中间的冲突，倒位咧冲突吼？咱看即个保罗即个人，咱先看伊甲巴拿巴安怎无共款的人吼。伫安提阿的时阵，
发生啥物代志，就是因传福音互即个外邦的人，是因要斗阵食饭。犹太人的习惯是安尼哦，无甲外邦人斗阵食饭的哦。总是安那，本来彼得啦、巴拿巴啦，因拢还佫有甲外邦人食饭。总是犹太人一来，犹太人一来了后，安那较紧的，无佫甲遮外邦人斗阵食饭。保罗看了安那，若你看了你会安那？啊？当面就甲骂落啊，你知无？巴拿巴就是安尼啦。不然，保罗就是安尼，当面就骂落，而且指名道姓，毋是讲那个不要这样嘛，那个恩友啊，好好爱人家啊，恩友来拿便当，不要一个脸碰碰嘛，有人就是这样，有人就是安尼，无，咱的保罗真是安那，迄个彼得吼，彼得是伊的大哥大哦，因为彼得那时候地位很大哦。佫有扶持伊的啥巴拿巴，迄个巴拿巴你嘛差不多诶，你足假善的呢。这顶礼拜无听无水讲的款啊吼，讲话拢带刺，就是安尼啦。佫毋是安尼尔哦，咱的保罗先生先煞讲，即项代志你甲我写，写好清清楚楚。兄弟姊妹，咱的保罗先生，即种的人你甲伊同工。请人讲2个字叫什么？难搞。咱拢看到保罗做的事工，因为伊看重事工，总是伊安那，甲人中间咧相处的时阵，咱看见伊甲巴拿巴是安那无共款的人。今仔日就因要搁第2次出征，巴拿巴就是讲，进前落跑迄马可们叫伊来，斗阵来，咱斗阵来第变的即个宣告的旅行啊，保罗讲无，带即个去等下搁落跑。保罗看重的是啥物？事，拄则有讲爱或者是什么工作。保罗看重的是工作，伊惊即个落跑保即个马可到时搁坏的事情。卖，咱要去宣告是安那是敢若咧战争的哦，敢若咧打仗啊，袂使搁带迄个。而且伊无允准别人有安那做毋对的机会，因为伊讲即个宣教是足慎重的代志，做过无好的代志，做错了斗跑的，无要搁互伊机会。所以咱会看到保罗是安那当面处理，马上处理，然后指名道姓记录下来。这有亲像尤伯书顶礼拜讲的关键对话内面有一个。如果咱家己心内每一遍拢想讲，我若无讲，我即摆若无讲，互你清清楚楚，我即摆若无互你讲着，互你知，我会厉害，安那，就惨啊！保罗就是这个。如果我不讲清楚，我若不老实讲，我如果现在错过机会，我就是这整盘都糟了。所以伊讲的言辞就非常的怎样尖酸，就非常的锐利。所以咱会知保罗无共款型嘛，伊是不讲关系的，他讲事工，伊用严厉的言语，毋是干那讲安尼可能无啥好，无咱要换一个方法，无，咱看到伊伫遮拉他安那讲，因为有人传迄个福音是安那，是讲你爱先经过隔离才会当得救的，你若无行甲底吼，袂当得救。保罗安那讲，恁遮个传遮个人吼，恁家己去安那，恁家己去。讲足歹听，就是讲你家己去世啦，就是你家己去敢若做太监安尼，你看讲啊足歹听哦。所以保罗的个性，兄弟姊妹，若是你的另外一半讲话像保罗这样，我恭喜你，会有大成就。但是你爱心内爱讲主啊，恳求你怜悯，因为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会很紧张，总是咱毋好失去毋茫。咱若看甲上尾啊，看甲保罗的晚年，咱就会发现性情安怎来改变伊。所以当咱咧决定关键对话里面的一些决议、议决，没有听到人的心理、人的心内面心内无共款伫倒位，安尼咱就会有决裂。
啊，决裂落安那大伤嘛，就落去内面受伤，啊就亲像你落魅影，定定时不时你落去打着，啊就嘣！你身躯边有人这3天内面，还是你家己无？怎么会突然生气了？我怎么突然就爆了呢？对，因为你里面有一个你自己是被贬义或者是肯定的。兄弟姊妹，咱会当做工，咱会当把代志做好，总是请咱所讲的爱亲像正面正学乐、肯定、尊重、接纳、重视、亲切、致意回应、同理、关心、包容、引导。安尼，你身躯边的这个人，伊会渐渐愈来愈有自我肯定。无，你若是只爱攻击、责备、批评、竞争、评价、比较、冷漠、不在乎、轻视、忽视、随便、不尊重，安尼你身躯边这个人愈来愈受伤，恁的关系就愈来愈歹。有关系无？有关系足大的。安那大，咱代志要看，咱先看。巴拉巴咧，拄仔咱看保罗是安怎的人，总是咱对圣经的记载来看，巴拉巴伊是安怎的人？伊安那，伊出世伫居比路，无输讲过几啊遍，而且伊足重要，伫使徒行传头前遐凡物共用内面，伊第一次上场，就安那，伊甲伊的家长拢卖掉哦。伊就是一个尽心尽力要军队主，一心军队主的人，所以伊无看家己，伊干那看主。所以保罗伊定定大声嗽讲：我无咧伫意人啦，我伫意的是上帝啦。所以我安尼袂当大声，我为着上帝的原因，我就是爱讲，互你一遍就互你明白，互你一遍就知死啦。保罗就是有即个心态，总是巴拿巴伊敢无为着主吗？有哦。巴拿巴伊嘛是一心为着主，伊甚至甲伊的财产拢卖掉，伊一心安那。主你讲的，我就愿意。安那，咱会记得无？保罗本来是一个压迫，本来迫害信耶稣的人，咱会记得袂？迄阵吼做扫罗对无？尾啊，大光照，哇！热心为主，热心对无？会惊袂？去甲基督徒斗阵，逐个会惊伊袂？伊惊哦，哇！即个是要来掠阮的哦。就你安尼想啦，即马中国带着一个高官，专门咧收实物价，即马来甲咱中间做礼拜讲牧师你甲我推荐来读台湾神学院，请问咱会接纳伊袂？会咧，我也是毋敢，但是巴拿巴安那听主的声，甲伊引进互使徒。你看巴拿巴的个性哦，甚至一路圣经记载的一路拢是巴拿巴甲啥？保罗，而且伊培养样，甲伊安那训练对信徒到门徒，甚至安那伫即个重要的代志，伊拢会甲保罗斗阵去宣告，甲伊牵绳。伫重要当礼拜，耶路撒冷大会嘛为真理来辩论，总是到今仔日的经文第2遍宣告的时阵，就安那。完结，兄弟姊妹，你敢有这个经验？捌甲你提拔的，一向对你很好的，你跟他关系很好的，总是为什么就1次、2次？我想不只是1次。然后我们就吵架，决意要决裂呢？咱来看就知影，保罗甲巴拿巴个性是无同款，你毋好讲保罗是无情，总是我嘛袂讲伊安那伊小情，因为伊看重啥物？看重事工。虽然巴拿巴对今仔经文了后，有搁讲伊啥物作为无？圣经虽然无写，总是记伫天哦。咱若对尾啊的即个教会历史就发现，巴拿巴伊嘛做真好的工，特别伊安那咱再来看，马可互伊扶持起来了。马可尾即个有一段时间无对因的时候，伊对啥？
比着即个大哥，所以伊诚做啥物？福音书头一本有诶，咱福音书是啥？马啥物？马太、马可对无？但是马可是头一本哦，就是马可写诶，其他诶拢是按照马可去发展诶。咱就知巴拿巴甲即个保罗无共款诶人，是安怎伫即边诶决定两个蹦？咱要看即个影片，咱想咱家己敢好？咱有突然间咱就爆破，是真的很好吃哎！对啊，我看 Google 评价4.8颗星，很高哦。好吃是好吃啊，不过洋葱有点太多了吧？前世是猪啊！哦，我很饿啊。我刚刚也在想，你点那么多哪吃得完啊？没想到真的吃完呢。知道吗？一个人丑那不是你的错，丑又胖那就是你的问题啦。一定是平常过太爽，不然胃口不会那么好。我觉得这次出游应该先去这边，再开到那边。可以，这样最顺。那就这样吧。你们在规划行程哦。然后这边停下来，我们葱油饼。旁边有间古着店还不错。我觉得先到这边会绕路你不要吵啦，我们已经快讨论完了，我懒得跟你详细解释。旁边玩沙啦。不要中途插话了。什么啊？你刚刚又没说要讨论。内心戏注意看。好，反正就这样。早上7点半租车，完毕。看伊咧想啥，伊对家己讲啥。Hello， 晚上有人要去健身房吗？阿文，上次你去看车那个业务，给我他的赖好吗？好啊，还不错哦。你要买车？对啊，最近很认真在研究，呵呵。无视我，直接另开话题。这个时候也是，那个时候也是，越想越生气。我的反应真的是太慢，为什么那些时候我要忍呢？我应该直接痛斥他们啊！我干嘛受气呢？真是莫名其妙。我好愤怒，我也是人啊，他们个个看不起我。洋葱，你是个男人，没有必要受委屈啊！要是再被我找到机会，我一定干翻他们。这些牛肉面好大碗，根本吃不完嘛！我靠，洋葱你吃完了？太厉害了！我靠，洋葱你太猛了，不愧是洋葱，很会吃哦。来了，他在嘲笑，太瞧不起人了，把我当木头，我要爆了！很会吃哦。现在啊，你在嘲笑我吗？你什么东西？你看不起我是不是？我真的给你骂了！混蛋，搬走苹果！干！这样他们应该就会反省，我可不是好欺负的。亲爱的，干嘛突然爆气啊？太莫名其妙了，这人 EQ 也太低了吧？我刚刚讲的话有很严重吗？亲爱兄弟姊妹，人本来是咧甲学乐，但是伊的内心啊呐，伊是一个受伤的人，伊自我贬低，伊就感觉人的学乐是啥物？嘲笑。他自己自我对话，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甲身躯边的人毋是较拄好的时阵，咱今仔看到保罗甲巴拿巴，伊内心有一个自己，伊来反映外口的即个压力、刺激。伊安怎来反应？咱小可看觅讲，是安怎咱家己，也是边仔的人会突然安怎爆？就拄啊好好安怎即马突然安尼？当咱有外在刺激的时阵，咱即个人是安怎会变安尼？就是咱先感觉讲，哎呦，这敢若有代志哦。我有听到一个啥人甲我骂哦。我听到啥人咧甲我学乐哦，拄则迄个咧。你这么厉害，你面吃得完？伊就开始想啥物？我在记忆里面，我记忆里面有人讲过一句话，其实伊咧嘲笑我，我就知影，人也咧甲我学乐，就是咧笑我。兄弟姊妹，因为咱每一个人内面拢有一个剧本，剧本你知影？咱会按照迄剧本咧演，无人介意我不行啊，所以我没办法负责任啊，像连续这样的，也是你身躯边的人。不负责任，人就跑掉了。咱会感觉足奇怪，大人大姐来做这落代志，因为内在的自己咧搬这出去啊。我不要像小孩，你有看到一个人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愈做愈黏。你捌看见安尼无？人也无叫伊做，伊嘛做，嘛无问伊嘛出一支喙，一直做，一直做，然后做了讲，你看你拢无爱做啦，拢无爱，你互我做到要死啊！内面一个剧本，我爱大汉。我一个朋友是安尼，伊已经是高官，40几岁无结婚，女生，甲真嘛，伊还阁安那，互伊妈妈拍。所以伊无法度，伊迄个高官是因为考着高考，
伊若正经你要叫伊做决定，伊无法度。啊，搁有伊安那，伊会定定因为这累积落安那，就发脾气啦，足奇怪，啊，就拄啊好好啊，哪会即马呢？就是敢若拄则你看遐安尼，伊毋是即边尔，伊早落来内面咧演戏，演足济啦。因也无说无法度每一个讲，但是7月25号，钱玉芬老师会来甲咱讲遮个。钱玉芬老师教授，伊答应咱要来咱教会来帮助咱恢复。咱的即个剧本会当定写，第6项我一定来讲。有真侪人因为细汉的时阵，可能拄着无互人看重，所以伊感觉可能有父母啊是啥，哎足好的，即马吼你有带屎啦。伊内面就是对细汉你不知道的时候，所以人讲咱对细汉囡仔无得罪伊就是安尼，因为对细汉伊有记忆住啊，你毋知影呢，伊家己嘛袂记，讲哦。那我不要存在好了，我不要存在好了，我存在是多的，而且我是害人的，我少一个人吃饭，少一个跟我妈妈吵架的比较好。好了，那我就，嘣，从楼上跳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自杀的人绝对不会是一次的因素。原咱拢知影身躯边的人是安怎。咱今仔日无法度讲遮尔济剧本，总是咱来知咱身躯边的人突然间有无共款的反应，甲咱有冲突，咱来想看觅主啊，求你互我明白伊，求你互我明白我家己。所以咱小可看一个就好，咱会继续啊，咱大概有1-2年的时间，全玉芬老师伫咱教会，咱来做灵命更新，这就是咱灵命爱更新来恢复。吼、咱人拢是安尼，即项代志，一个突然间的代志。咱就会去评估，咱就会反应，咱就叫出咱的潜意识内面。这是发生啥物代志？听着这啥物代志？咱就已经去反应，这反应咱就有行动。也是咱看着安那，咱看着敢若拄仔讲，看着伊身躯买迄个蛇头猪舌转来，伊就气啊，你啊，因为伊内面有一个讲啊，恁就是安那，咧嫌我即个婆婆安尼假喙。就是长舌，其实人无啊，人是要爱伊，但是咱人就是爱安尼想，就会开始安那攻击人，就会进攻，就会骂，甚至有的人会丢东西，有没有？突然呢，没有什么是突然拿东西来摔，然后骂人，因为它是它里面内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妹，原咱到底来当同工，不是这个工。不是攻击的攻，原咱伫厝的另外一半，好不容易放假在一起，越在一起越同工，好，甚至拍起来，或者有的人不是拍照，就不见了，躲起来了，他躲到他的山洞里，或者是有的人就傻住了，不要当作我不存在，我没有，然后你就会觉得怎么会这么不负责任的人？大男人呢？你是成人呢？你只能站在那边吗？你不能有所作为吗？这是他里面的。兄弟姊妹，咱上帝来帮助咱，会当更了解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为什么这么想？上帝要来医治我们，不然，咱就是恶性循环，一直有这个主题曲。所以，咱若是无看到人的需要，咱会带来决裂，而且，你会想讲是安那伫教会，伫这个信仰听的团体，咱嘛是共款安尼，因为咱破病啊，恳求上帝来医治咱、恢复咱。无咱安那决定，咱自我决定拢无效，你会感觉讲安那立志行善，由得了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你内面的这个你自己，旁边的这个你自己受伤了，当然咱一定。会不断，上帝要来突破，互咱会当看见咱无共款，互咱知影咱彼此的精彩，看见咱内面的这个需要是啥物。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做一个选择，好无哈？有6题，好，来你注意啊，你来当屏蔽来看你来看是圈还是叉哈？第一题准备好未？还是你要记起来哈？好，第一题，任何的冲突一定有一方是对的，一方是错的，圈还是叉？
好，啊，你自己知道哦，哈。好，那题。第二，对的一方必须得到他所要的沟通结果。对的一方，圈还是叉？圈你就记起来，第二题是圈。好，第三题，一定要有输赢，而且妥协就代表我输了。妥协都没有好结果，圈还是叉？这第三题。第四题，无论如何应该避免冲突的发生，圈还是叉？第五题，妥协的结果终必导致不好的感觉，只有自己所提出来的冲突解决办法才是有价值的，圈还是叉？第六题，最后一题，长期或持续的冲突可以在一次的讨论中获得解决，一圈还是叉？好，我们先看圈的啦，我们从对的，好，来，有6题圈的人可以让我知道吗？好，谢谢。5题，好，谢谢。好，4题，很好，好，越来越多人了哈。好，3题。3题圈的，好，这是咧撂头问还是？好，2题圈的，好，1题，好，拍谁没半题呢？全答叉，全答错的。好，请放下。亲爱弟兄姐妹，这6题里面都是迷思，请你不要有这种想法。你只要有这种想法，冲突所带来的关键对话，你会更较侪的分裂。恳求上帝来帮助咱，上帝知影伫关键的这个决定中间，伊会互咱完成迄个使命。所以咱感谢主，咱毋是活到今仔日尔，咱要继续。虽然咱圣经行到遮，总是咱先看后壁，好无？吼，看保罗甲巴拿巴安那。虽然巴拿巴无阁有记载伊所做的事工，吼，这是上帝嘛，互咱真奇妙的哦。吼，因为巴拿巴看重人，伊扶持足侪人，伊会使讲今仔日是伊巴拿巴是那个时代的承建人，安尼了解无？转身下台非常怎样？有智慧优雅，伊完全拢传承落啥？保罗啊，有智慧，总是保罗上尾啊。巴拿巴去用记载是保罗写的，保罗写安那？巴拿巴是自给自养，神的公正。阿妹，所以他们也是有很当中有很多的很好和好哦。伊只是伊只是暂时无共款来做无共款的事工而已。保罗甲马可中间的虽然无互伊地，总是伊尾10年以后，马可成长成熟，保罗嘛就肯定伊的。咱看到马可福音嘛是一个上帝真奇妙，所以咱看万事互相来互相效力马可变成一个文字事工，这个保罗所带的希拉嘛安那真做领袖，真做先知，所以兄弟姊妹，愿咱拢为主无为家己，不管你是啥物种型的人，主的明白嘛，互咱来今生，互咱无真做别人的一个脱界，互咱的心恢复，互咱甲彼此的关系，若需要冲突咱会当来看见彼此的无共款，冲突是互咱会当突破咱彼此的关系，互咱搁较明白咱家己，会当搁较明白上帝，会当互咱伫即中间，伫无共款中间，咱会当形成咱的性命，每一个人拢变成搁较互主一个搁较亲像主的性命。兄弟姊妹，敢好，咱用每一遍的冲突，诚做毋好无彩迄冲突，咱会当诚做咱成长的机会，互上帝伫咱冲突的中间来掌管，咱活出一个互咱有人的主。咱要用这首歌将疼来传出去。咱若伫冲突中间无疼，真正就真伤，足伤的。愿咱甲将上帝疼来活出来。唱这首足古锥的歌啦吼，咱会当忙，请咱起立，咱会当来这首歌，请手伫咱的心内。
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好风也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好风也落雨。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好风也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好风也落雨，听着风声。快乐乐传出去，听着分享，通落去，把机会传出去。咱三个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要将主你的听来传出去。主，总是阮毋是用冤家相拍来传出去，总是若是有必要。主，阮毋通。惊要甲人冲突，总是主伫冲突中间，阮无讲歹声骚的话。伫冲突中间，主阮就听见，主恳求你，互阮听见，听见人内心的声，听见别人甲阮无共款的所在，阮就知，哇！主，你阁创造另外一种人，主，你是奇妙的主。主啊，你是创造每一个人拢无共款，你是遮尔奇妙的主。主，你会听，啥物种人你拢会当来听。主，阮感谢你，搁一遍透过巴拿巴，你所动用的器具，阮看见伊的疼心，阮看见伊无为家己，伊愿意交接。互下一步，互下一位保罗来继续头前路。主，阮知阮做父母的，也是阮伫啥物位置，阮真正爱来传承，阮爱来祝福下一个人。互主你的教诲，也是阮家庭中间，阮会听一言一言来传落去。主，阮感谢你，互阮中间。或者阮家己就是保罗，阮的做法都足极端的，毋是迫害耶稣，阮就是为主来大声来传福音、批命，总是主阮知，伫即个真极端的中间，有真侪人受伤。是啦，主。你信心光照伫阮中间，或者伫阮的家庭，或者阮家己，主，阮真诶毋是故意的，阮毋是有意的，因为阮的性命嘛是安尼破碎。主，阮感谢你的听。互阮搁一遍，互主你来笑笑，互主你来笑。主啊，若是阮过去有得罪人呢，尤其迄个阮的晚辈，阮上亲密的亲子的关系，阮上亲密的另外一半，阮上亲密的爸母，也是阮的长辈。主，阮所讲的话，敢若刺，敢若刀，互人受伤。主，恳求你赦免。主啊，恳求你也互阮有勇气，
阮会使搁一遍愿意来好好，阮将主你的疼来传出去，对阮家己开始，对阮上亲密的同伴，阮的配偶，对阮厝内的人开始。主，我知这是无简单的路，总是主啊，你无放弃啊。就亲像阮所唱的这个诗歌，主，阮无伫有途，主，你永远无放弃阮。恳求你，互阮稳定，互阮会当得到医治了后，阮嘛会当听见别人甲阮无共款的所在，互阮改变阮。阮听见，阮就知影主你伫阮中间。阮看见彼此的无共款，阮看见彼此阮受伤的所在，看见彼此无共款的需要的时阵，主啊，阮就知主你伫阮的中间。主你要行神迹奇事，因为无人会当改变一个人，只有圣神你有法度改变一个人。主，阮感谢你，你的大权力，阮将一切阮要经历的迄个美好，迄个改变的美好，因为主啊，改变就带来医治。阮感谢了你，伫这个时，主啊，你真大的事工，神迹奇事，美好的代志，每一天要伫个冲突中间，每一个时刻，主要好好的时刻，拢要来发生。阮为着安尼献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主，阮感谢你保守即个假期间兄弟出入平安，亲人朋友拢好诶组织甲分享。主，我们将阮一生当中所有诶关系来仰望交托。感谢有拄着即个人际关系当中有拄着真侪诶误解，也是冲突。主，我们将遮诶拢带到主你诶面前来祈祷。主，相信感谢主要
改变阮的心，柔软阮的心，也是改变对方的心，柔软对方的心。主，互阮拢从这一切用信心来祈祷，用耐心听候主你的作为，相信主你会听，要伫阮人生所有人际关系当中来掌权。主，阮献上感恩。这时阮用感谢的心，将阮所献的金钱时间等来交托，仰望伫主你的面前，诚做圣工的路用，恳求地上帝欢喜来感纳。阮安尼恳求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请老师报告。大家平安。咱要来看今仔日咯，咱要欢迎今仔日有一对一家人，少华跟林威，雨桐应该是不是在在儿童牧区那边？请问在哪里？有吗？有看到少华？在楼上哈，这个听说是士林长老教会哦，等一下来认清一下哈。好，我们来欢迎他。如果有看到爱餐的时，咱若爱餐的时阵哈，咱会当来甲伊拍招呼来欢迎因哈。好，咱来看今仔日的周报哈。咱来看头一伫小会吼，伫后礼拜哦，咱要有第4遍的圣礼礼，嘛有即个要新年洗礼甲献信礼，信用个别甲小礼洗礼兄弟姊妹，伫拜六的8点，咱到楼顶的501，要会议来问道理吼，嘛请咱小会员来注意时间，后礼拜咱拜六要开小会。传道部今仔日已经伫即马拄仔咧进行吼，咱的医疗咨询。伫总部部要来拜托大家吼，就是咱的夏令营搁开始哦，咱真需要有人来煮饭吼，搁较需要人来洗碗扫涂骹，所以兄弟姊妹，你若讲我都袂晓煮，无要紧啦，吼，拄无师傅讲吼，咱来传承啊，咱敢知咱咧煮爱餐的拢几岁？拢无声。啥物人讲7、8、10啦？兄弟姊妹，等一下咱若去食爱餐的时阵，食会落袂？你讲，我食袂落，我天气足热，我食袂落。毋是啊，无属意就是讲，兄弟姊妹，敢好咱来传承，若需要，你讲我袂晓煮，我知影足侪少年的袂晓煮，但是咱来学，敢好？周间咱嘛欢迎，咱只要有人是自厨内使，其他咱来报名，敢好？你若有闲，也是讲你要请假，我知影足侪人拢用请假的，你请假1工2工嘛好，咱斗阵来服侍好，咱们来看儿童幕课，即马幼儿园就是伫个6楼，咱今仔有升级的礼拜，咱要恭喜这些这个小朋友兄弟姊妹，咱儿童牧区实在是真重要哦。虽然咱囡仔愈来愈少，总是愈来愈重要，咱要祝福遮个囡仔互因新的年纪、新的挑战，嘛有新的稳定恳求上帝来带领。好，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记载伫罗马书来，请咱来读2遍，请。就着真力甲因和罗马书12章18节。若有诶伫通甲正人和，就着真力甲因和。罗马书12章18节。咱做伙来念圣诗397首，愿主祝福保护你，临时刷请牧师祝祷，请起立。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保护，成做咱众人的拯救。
以及咱所关心厝内人，咱的大岛的名单，互因真做有福气，嘛真做上帝的宝贝的囝儿，永远无改变上帝的听，带来完全的医治，甲人甲上帝复合和好，以及真侪咱生命中的支持，甲因带。亲爱的圣神，真侪保惠师来保护恁，互恁对遮出去，转到恁的厝、工作的所在、社区的每一个所在，迄个所在或者有纠纷、有冲突，总是主会听，要带来快乐，互恁来恢复彼此的关系。圣神甲恁伫地，互恁去每一个去的所在。或者是黑暗，总是主真侪光，互恁嘛真侪盐，互恁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喜乐，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今日礼拜就到遮，彼此来请安，若是有需要带倒的，请会送到头前来。